原本应该伫去年7月登场的亚太管乐节，因为肺炎疫情伫全球蔓延而延期。所幸伫台湾人民积极防疫之下，2021亚太管乐节将于伫今年10月正式伫台南登场。这应该是2020年年初以来到现在呢，就所有的全世界的管乐呢，就是最盛大的活动了。因为其他的管乐节大概都变线上活动或什么的哈，那只有我们台湾还有办法做这样的活动，真是不简单。非常感谢，也非常感谢市长还有台南市政府的团队的支持。2022亚太管乐节为11月13到12月2日，伫台南一个演出场域举办50多场精彩的管乐演出，结合了台湾各地管乐团队，为民众带来精彩音乐响应。第21届亚太管乐节在台南举办，我们看到从11月13号开始到12月26号，连续50多场的这个活动，可以说是这个灌饱了台南市的许许多多的音乐的种子。我们很期待这个亚太管乐节，除了疗愈人心，能够让台南作为音乐之都，能够作为艺术之都，作为文化之都，能够更彰显之外，我们也希望说亚太管乐节将来在各地开花结果，四处这个撒下希望的种子。我们希望说在台南能够有更多音乐活动，也有更多艺文活动。但是我们欢喜迎来第21届亚太管乐节，也期待市民朋友们还有许许多多的外来的观光客、喜爱音乐的人，通通来台南一起领赏第21届亚太管乐节。这届亚太音乐节以台湾管乐为主轴，规划6大主题活动，包含开幕甲闭幕音乐会、管乐名家主题之夜、缤纷乐风户外音乐会、吹响百年号角、古籍巡礼、校际交流音乐会。第一届台湾管乐合作大赛等丰富的活动。12月19，更邀请到纸风车剧团到新化大木港广场进行跨界演出。喜爱艺文音乐表演朋友，千万唔通错过。台南新闻赵秀伟采访报道。